关心就是这一场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特别的。以往我们都请了一些可能有导演啊，有作家啊，有就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来跟我们聊天嘛。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请到的是就是我们儿童影展最重要的主角，就是小朋友们。那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之前有举办心得征文的这个比赛嘛，然后我们收到其实远超乎我想象多的这个作品，就是差不多有140件左右。然后就是这群小朋友呢，是我们在里面就是经过评选之后选出来，就是作品写得非常的认真，然后很优秀的一群小朋友们。那今天就邀请他们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在儿童影展里面看到了什么影片，然后为什么喜欢这些影片，以及他们的心得里到底写了一些什么呢？今天就要来揭晓啦。那让我们先一起欢迎小朋友们吧！空气拍手，空气拍手。那大家其实都在线上。罐头可以帮我把镜头打开吗？大家想看看你。好的。那我想说，因为今天来到这个线上的有8位小朋友嘛，就我们可能给他们一点时间，一一的做自我介绍。毕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跟线上的就是儿影的所有的观众们直接的说说话这样子。那我想8位呢，怎么介绍呢？我们就从就是台湾的，就是由南走到北，好吗？那我们先从楚柔开始。楚柔 ，Hello。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我的名字叫曾楚柔，兴趣有画画、制片、写作。我现在读垦丁国小鹅銮分校5年级。垦丁国小鹅銮分校5年级，大家听清楚，这是来自我们屏东，就是垦丁国小的这个楚柔。那他是现在11岁，这样。好，那再来是我们从屏东往上。来到了高雄燕巢威里。大家好，我是林威利，我读高雄市燕巢区燕巢国小2年校班。2年校班。我的兴趣有看漫画书，看姜饼人的漫画书。就是在看科学的姜饼人漫画书。
哦，科学相关的姜饼人漫画书。好的，我们谢谢维里。那再来呢，就是一下就跑到了这个桃园。那桃园呢，我们今天有3个来自桃园的小朋友们，我们先从罐头开始好吗？罐头，你离镜头稍微再远一点点，我才能看到你整个脸。然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说说你是谁。大家好，我是吴冠毅，我今年读原生国小6年8班，然后6年级喽。我的兴趣是打球跟画画。打球跟画画很平衡呢，就是有运动也有就是文艺方面的这个兴趣这样子。那再来呢，是我们幼童跟幼成，就是他们是小兄妹俩。那哥哥先还是妹妹先呢？哥哥先好了。好，大家好，我是林佑成，目前就读于桃园市中坜区新义国小6年级。我平日的兴趣是喜欢浏览各类的书籍，特别是有关于科学的。哇，浏览各类的书籍，大家学起来了，话就是要这么说，非常好哦。那佑成讲完了，我们换幼童。大家好，我是林幼彤，我目前就读桃园市信义国小3年4班。我平常的兴趣是看书跟画画。看书跟画画，大家怎么都这么有文艺气息呢？都是有画画，还有阅读等等的。那再来是我们新北板桥的 Emily， 钟爱跟大家说说话。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北市板桥区的钟爱 Emily， 然后我现在是14岁，就读国2，然后在新北市光复高中综合高中，然后读国中，对，然后平常的兴趣可能就是写作，然后跟看书这样。还有写作，就是已经到下一个等级了，就是除了看以外，自己也会做创作哦。然后再来是我们到就是板桥、桃园都走完了，现在到台北市。那我们来请台北市文山区的这个庆璇跟大家说话。大家好，我叫石庆璇，我今年生日完就8岁。我能参加这个活动，能看到不同的影片。我平常的兴趣就是看推理的书跟画画。我平常写完作业都会听中英文广播，中文是小新广播的怪盗名侦探，英文是 ICRT。我家有养一只猫，它叫做咪咪，它是米克斯的。庆璇，你再靠近一点点，这样子比较清楚。刚刚说猫，对吧？它叫做咪，它是米克斯种类的。我有时候也会陪它玩，我很高兴能参加这个活动。我为今天的活动也准备一些时间，谢谢大家的聆听。好哦，哇 ，OK， 大家一定会很开心，就是你还特别为我们活动在准备了想说的话，那我们等一下都会聊到哦，所以可是大家期待一下。好哦，那最后一位就是我们台北松山的方宇。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方宇，然后现在就读台北市的西松国中，然后是9年级。9年级，今天在场最大的孩子就是9年级，还有刚刚的庆璇是7岁，即将要8岁这样子。好哦，那我们就是真的很开心，就是你们愿意就是花时间跟我们一起上来聊天哦。那其实你们大家都是就是心得，我觉得就是写的让人很印象深刻啊。然后有些可能有画画啊，然后甚至还有人就是自己对就是影片的结局有做了新的发想跟阐述，就非常有趣。那我们等一下都会一个一个来聊到大家写的作品哦。那在开始聊作品之前呢，我想说不可以这么直接就进入这个太硬的话题，所以我们要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就是要挑战大家对儿童影展的了解，就是游戏的名称就是影片猜猜乐，然后就是要看谁才是最了解儿童影展的这个小专家这样子。那游戏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待会会有10个题目，然后我会把，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不是有投影一个图卡在就是聊天室里面嘛，然后等一下这个格子呢就会投影题目，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在电脑上先把这个格子盯选，这样它会变得比较大比较清楚。好的，那等一下这个题目上呢就是都会是一个图片，然后有3个选项。那这个图片呢，就是来自我们儿童影展的各个影片的，可能是截图啊，可能是剧照啊等等的。那大家只要告诉我，就是这是哪一部影片，就是这样答对就没有问题。好，然后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有看过所有的影片嘛，总共有39部，除了飞机本人，应该大家不一定会都看过，可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选项就是1、2、3，所以你如果真的没有看过，你就猜一个，就像大家平常考试，我们不可能题目都会嘛，但是猜题目我们一定都会，所以大家等一下就是就是开心的玩就 OK 了，就是选1、2、3，然后我数到3的时候你就比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的姐姐帮大家截图，然后计分。那现在在线上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玩哦，因为我们这个游戏结束之后，就会从有回答数字的这些朋友里面抽出我们的一些小奖品。那今天准备的奖品呢，有这个儿童影展的提袋，就是你可以拿来装水壶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大小还不错，是因为你如果买胖胖杯的话，也可以装得进去这样子。好，然后还有我们就是有儿童影展的这个贴纸的水壶等等的一些礼品。然后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奖品呢，就是这个儿童影展的魔术方块。就是魔术方块真的是一个很益智的东西，我从国小学了，然后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要怎么转哦，真的很好玩。那这些东西都是等一下大家有答对题目的话，我们会计分，那就是前几名我们就会送礼物哦。那观众朋友的话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然后我们会就是在里面抽出5位这样子，所以就是尽情的留言，每个题目你都可以来尝试回答这样子。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各位准备好就点头。好，可以吼。那我们准备要来第一题咯，先暖身一下。第一题是比较简单，这个题目也是我出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题吧。好的，大家有看到这个图片是什么吗？应该还蛮明显的吧，有3个。好，等一下，大家手指帮我完全露出来，可能要在你脸的面前才不会被去背掉这样子。好哦，那大家都比了，我们来截个图一下。好的，是不是所有人都看过小海螺啊？好像是齁。因为我们等一下也会聊到这一部影片，然后没错，我想应该所有有参与那个儿童影展的朋友们应该都有看过这部片，因为它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人气王，那不只是获奖无数啊，它本身也是很精彩的一个小动画。大家手可以放下咯，我已经帮大家截图了。然后第一题所有人都答对，非常好。好的，那当然这只是暖身，因为我们之后的题目会越来越难，就会比较有挑战性了。好。那我们来看第2题吧。好，第2题大家都有看过吗？想好的话就给我一个答案吧。好，这个题目的灵感呢，来自于小编，就是我本人，常常在打错，所以其实是非常困难哦。好，来1、2、3，帮我截图一下。好的 ，OK 了，截图好了，可以帮我放下。刚是不是有人从2改成3啊？我好像隐约有瞄到哦。没错，答案就是3，小魔术师的初恋。而且我这一部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它是我们的这个开幕片嘛，然后心得里面也有很多人提到的是这部影片，然后真的是各种片名都有，有小魔法师，也有小魔术师，也有小魔法师这样子。但是呢，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开幕片，所以是很重要的一部。大家如果这2天还有时间，都可以再去把它补齐。然后我觉得呢，你们是不是真的很懂啊？就是好像完全就是答题都是毫不费力耶，怎么办？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让你们有人答错，这样才能分出高下。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第3题啦。哎呦，这个是什么呢？大家有看这部片吗？不是吧？所有人都有看吗？我不相信。帮我截图一下。我问一下，好，截图好了，可以放下来了。那我问你们，是都看过这部影片，还是很明显
看过。看过了，看过。在帮同学选题目的时候看的。哦，真的啊，我们是请了一群忠实的小粉丝哎，大家都看过怎么办？题目应该出难一点的。好，那没关系，大家还是持续到第3题中，每个人还是都答对了，真的有点厉害。那我们来看第4题。哎，有吗？哎，我自己觉得这个很难呢。这题不能再都对了吧？这样子我会不行，马上比，不准犹豫，快点，又成又同。好，截图。好了吗 ？OK， 好的，那帮我放下来。是不是好像大部分人选1，对不对？没错，这部就是豆豆鸟。那我自己在出这题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搞混，因为啾啾与嗡嗡也是有小鸟的剧情，然后还有跟一只狐狸这样子。那我要跟你们说，你们大部分都答对，可是呢，线上的观众很多人1、2、3都有人答，所以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看过很多耳影的片子。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5题。宇宙拍档。哎呦，厉害咯，我换题型咯。来，我数到3就要决定哦。1、2、3。哎，数到3了耶。没关系，不确定就猜。方宇还是要猜呢。这我刚刚截到方宇的手吗？我还没看过。好的，那可以放下来了。哎呦，2跟3都有人猜，我来看一下选项是什么。宇宙拍档，哪一部是宇宙拍档呢？那其实宇宙拍档是不瞒各位所说，它就是一个我们的关注度比较低的影片，可是呢，就是它的内容其实还是非常精彩了，就是在讲，就是既然它是拍档嘛，表示它是竞选手可以放下，我们截好图了 ，OK， 而且你答对了，很棒，就是宇宙拍档在讲一对好朋友嘛，那其中一个他是一个患有唐氏症的小朋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直跟他当好朋友很久了，然后再讲这一对就是小兄弟的故事这样子。那答案是我们的3，就是他们2个就是幻想自己可以一起去宇宙就是旅行的这个剧照这样子。那刚刚很多人选了2嘛，那2其实是太空男孩，我觉得真的蛮容易搞混的，因为太空男孩跟宇宙
好，没问题。这个也是就是小魔术师的初恋，那他是谁？大家知道吗？这是谁的肩膀？对，就是那个拉森先生。那个我要call out一下场外小编哦，就是我这个留言呢，现在被跳出来的东西挡住了。好的，谢谢你。怎么办？我觉得线上的观众其实也都蛮懂的，大家的答对率有点高。好哦，那我们来看到倒数2题咯，第9题。这是什么呢？来，1、2、3，还有人没比，再一次，1、2、3。这个有解到吗？好的，那让我们来计分一下，先看一下在最后一题之前现在的战况是如何。好的，慢慢来。没想到大家都那么厉害早知道我就出难一点了，我就截一个眼睛让大家选是谁的眼睛。好，稍等一下计分哦。罐头可以把手放下来，没关系，我们刚刚解了，谢谢。那在这个等待计分的时间，那个庆璇要不要？弟弟还在旁边吗？要不要让他进来玩最后一题？他不在，好的，好哟。他在外面哦。方宇，我们的计分出来了，你9题都答对耶，怎么回事？你也是全部都有看的人吗？方宇的麦克风没有开。不是，但是他比较会猜题。对，刚好有看到。好哦，好，那我们要来迎接最后一题了，然后就要结束这个小游戏了。来，我们看一下第10题。好，以下哪一张是那个女孩我最帅的剧照呢？1、2、3。好，结。哇哦，怎么感觉大家也是都看过这个没办法猜了吧？手可以放下咯，谢谢。看过女孩我最帅的有谁啊？举手一下。哎呦，好像很多乱猜的。乱猜的，好，也很厉害。竞选怎么有了分身呢？好的，我们给你截图了，有截到你的2了，谢谢。好，那我们等计分的同学再一下下。好哦，那我们现在完整的计分出来了，除了我们的方宇刚刚有说是第1名，就是你拿到了这个完整的10分，每一题都答对。再来就是只有答错1题的有佑成、维里，然后庆璇跟冠毅，就是我们罐头。那我们就是刚刚说的，你们都可以再多拿到我们的礼物这样。那不然有人想要魔术方块的吗？因为魔术方块只有2个，你们可以先选好不好？有吗？罐头要魔术方块，好，先抢先赢。那罐头可以拿魔术方块，还有嘞，有人要吗？佑成为什么要举手呢？你可以直接说话哟。好哦。那你想要魔术方块吗？因为不是魔术方块就是袋子或是罐子。庆璇举手了，好，那就是庆璇了。OK， 好。对，你是魔术方块，你可以就是再回家再认真的研究一下怎么玩这样子。好哦，那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这个游戏，因为真的哇，大家真的好厉害哦，比我想象中还要答对率还要更高哎。那其实呢，就是刚刚这些影片啊，当然都是来自今年的第10届台湾国际儿童影展的影片的内容嘛。那我们总共其实上架了有39部影片这么多，那就是希望小朋友在自己就是做挑选了之后呢，看完影片，然后还可以再有自己的想法跟心得，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
那今天因为来的都是我们写心得很厉害的小朋友嘛，所以当然就要一步一步来跟他们聊他们到底写了一些什么，然后为什么喜欢这部影片。那我来先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罐头在他的心得里面呢写说2行热泪情不自禁就流下来了。到底是什么影片让你这么感动呢？罐头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小魔术师的初恋。对，就是我们刚刚题目里也有的。那是什么部分让你这么感动啊？就是因为拉森先生的病情恶化，但是所以就是布斯特去那个照顾帮助拉森先生，然后就错过了他的表演机会。但是他之后还是会去重视他的那一场表演，可以看出他是很喜欢这个事情的。他是很喜欢魔术，很在乎那次表演的。那所以你是在拉森先生就是在公园的时候，你就很想哭吗？那我其实因为有非常多小朋友写到那个小魔术师的初恋，然后有些小朋友就会建议说，其实他可以不用管拉森先生，直接去表演，然后就可以获得这个奖金。大家也会这样想吗？知道为什么他要去陪拉森先生吧？因为那是一个生命中很重要的最后一个阶段，所以就是大家都就是他在这个时候陪着拉森先生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虽然说一时的失去了这个表演的机会，可他最后还是把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去完成，有去对自己负责这样子，所以就是还蛮让人感动的。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也觉得蛮感动的。那小魔术师呢，其实是我们的开幕片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线上的朋友，我们小编也可以把连结再贴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要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想要看的话，随时都可以再回去收看。好哦，那再来呢，另外一个也是很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维里呢，他写到的片子是《女孩我最帅》，那其实选这部片子的人很少耶。那维里可以跟我们说说看，为什么你选这部片呢？因为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很好看，然后我就会选那个片子。那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就觉得他们那些男生做的行为很不好，然后要改进。要改进。那因为有可能有朋友没有看过这个戏啊，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女孩我最帅》在演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小女生，她原本都跟男生这样玩在一起，可是有一天这些男生就突然好像我不要跟女生玩这样子，所以就开始有点疏远她。然后她为了要跟这些男生就是再继续一起玩呢，就是做了很多就是她其实不想这样子做的事情。然后这些小男生就有点类似说，有点在欺负她，有点排挤她的感觉啊。那维里是不是觉得这样很不好？对，那我记得你在心得里面有说到说，你觉得你知道不被尊重的感觉，所以你一定会学着去尊重别人，对不对？对。那这个东西是你从生活中学到的吗？还是看完这个影片让你就是觉得很有感动到？就是在生活中也会遇到，也会遇到这种问题，然后看到影片里也会知道要尊重别人。这个学到的比我看影片学到的还要多就是大家要学会，因为这个里面不只有性别议题啦，就像维里讲的，就是不只是男生跟女生之间，就是不管谁跟谁都会互相尊重别人，不要有那种不好的行为出现。没错。那再来呢，还有刚刚我们庆璇呢，就是他写的是大头读书不愁这部片。那这部片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就是做直播节目的时候有谈论过，它其实是在讲一对母女，然后非常的就是坚持要有获得好成绩，然后为了要得到更好的成绩，就是找了一个新的头来把女儿的头换掉，就是换成一个很会读书的头。那当然就是造成很多很好笑啊、很夸张的这个后果这样子。那庆璇跟我们说说看，为什么你会喜欢这部片呢？因为
我觉得不用太在意分数。那你现在在意分数吗？你现在是小学对2年级。2下。那现在爸爸妈妈会管你的成绩吗？不会。不会，那很好因为我看你在心得里面说你很不喜欢被逼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对啊。那其实这部片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感想，大家平常就是爸爸妈妈会管你们的成绩吗？会。不会。还好。刚刚好像有人说会，谁说会？维尼，那妈妈好像在旁边，是不是不能讲？那妈妈都怎么样的，就是督促你要好好念书？他会要求设几个小目标，然后会尽量要我一一达到。小目标是指什么？可能这次月考分数要在95，然后以上这样。哇，听起来很大的一个目标那所以其他小朋友都没有这个问题吗？没有。没有啊，非常好，请珍惜。那其实应该说读书啊，这个有没有一个目标或一个标准啊，就是找到一个平衡就好。当然也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念书或什么的，只是就是当然戏里是比较夸张了，这个妈妈非常非常的在意啊，然后造成一些就是很好笑很白痴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 OK 啦。好，那刚刚那部是大头读书不愁嘛，大家因为它很短然后是一个简单的动画，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尤其我觉得这部片像刚刚说，如果爸爸妈妈会管你啊，你觉得可能那个标准有点严格之类的话，你可以就是在就是有空的时候啊，找爸爸妈妈一起看。那因为我们只剩2天了，所以这2天可能就要赶快找他们一起看这部片了。或许他们看一看就会知道说，我好像不应该太强迫大家做，就是读很多书啊，或是让大家觉得压力很大这样。OK， 好，那再来我们讲到佑成也是写大头，对不对？是。那你的感想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它里面表现出这种补习的问题，因为补习班就一直给你很多公式，然后对，大概你去背它，可是你不一定会知道你要怎么用它。那这样是没有意义的。那你自己有补习吗？没有。没有，那你怎么知道补习班会给很多公式？因为我看过我们班同学，他是写讲义啊，写一大堆东西的。但是这样也没有比较好，成绩也没比较好，成绩没有好到哪里去。没有好到哪里去。哇，没错，这个真的是金句学生金句，就是补习班真的不一定会让你成绩变好，对啊。而且我记得你是不是就是还有分析这个画风啊、起承转合什么的？是啊，它是这种粘土动画的感觉。对，它就是粘土啊，还有很多媒材去做的，有点类似定格动画的感觉，这样，对，是蛮特别的一个画风那大家看影展啊，其中一个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比较多不同的就是美术啊，还有画面的呈现方式。毕竟迪士尼看久了，偶尔也可以换口味。那像大头就是也是整个非常特殊的，就是大家看应该都会觉得至少视觉上一定会让你惊艳这样子。好。那再来呢，就是方宇选的也是一部我们比较少小朋友会讨论或是主动点进去看的，叫做《老少名侦探》。但这部片呢，也是有它特别的地方，要请方宇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那时候就是看到很多部可以选择嘛，那最后就是决定要看那一部，所以一点进去，然后等我看完之后，就是写一个心得这样。那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我觉得蛮酷的，因为其实就是平常我们在学校什么遇到都是跟我们同年龄的，或者就是不会有那么差别的朋友或是同才，对。但是他今天那一部电影做的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对，就是一个蛮特别的。
对啊，像《老少名侦探》里面演的是，就是这个小男生他妈妈在养老院工作嘛，他们一起住在这里，然后所以他就因此认识了很多就是跟他忘年之交，年纪差非常多的，都可以当他爷爷啊，当他阿嬷的这个年龄的朋友。那其实我觉得，像你刚刚说到，大家平常生活中真的是同年龄的人居多，尤其是在念书的时候，一定几乎身边都是跟你了不起差个几个月的人。那大家就是自己现在有比较年龄差很多的朋友吗？你觉得跟你自己的阿公阿妈是好朋友吗？没有，大家都没有，真的吗？那方宇在看的时候是觉得这个很酷，因为自己没有，还是想到自己有年纪比较大的好朋友？就是说其实是蛮希望有的。哦，蛮希望有的，但是比较困难。对。对啊。那大家可能，应该说，我觉得就算有机会跟年纪差很多的人做朋友，也就是要告诉自己说，我要尝试去就是跟他们聊天啊，了解他们，这样你们才会慢慢变成朋友嘛。我觉得看完这部戏就会觉得说，真的，其实你跟任何人都可能有机会可以就是产生一个连结，而不是说自己习惯的，比如说同年龄的人啊等等的这样。好哦，那再来，我们是看到了刚刚题目里也有出现的，就是我家藏着林布兰这部片，那写他的就是我们的钟爱。刚刚说自己平常也有在创作嘛，那你在看完这部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可以吗？好啊，当然。就是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她妈妈在博物馆工作，然后后来有一天，她惊讶的发现说，就是画像里面的一个人物跑出来了，然后那个人物跑出来是为了找到另外一幅画里面她的画像的妹妹，所以呢，那个小女孩就决定要帮助她一起去找到她妹妹，然后后来就是经历了一连串的故事之后，那个画像里面的那个妹妹她成功被找到。然后那个女孩她原本没什么朋友，但是因为这样，是她第一次体会到了友情的意义。没错，总结的好好哦，以后真的可以当影评不是小影评，就影评这样。好，那你就是除了就是看完这个剧情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呢？就是很触动你的地方。我觉得这部片它给我的感觉是，它有点反映，因为这部片子是荷兰。我先反映荷兰当下的教育情况，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个女孩，她是非常独立自主的，但是她也会愿意说，就是尝试一次，就是她也不知道那个画像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她就是愿意这样子去做，然后愿意这样去帮助她。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很难得可贵的。哦，真的虽然说，其实我一开始在看电影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假如说今天突然有一个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人，然后你完全不认识他哦，然后他希望你帮他找到他的妹妹，就是做一件这么大的，然后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一件事情的话，其实真的是需要勇气去答应的。虽然在电影里面演的话，就会觉得好像很合理啊，他一定要答应帮助他嘛，电影才演得下去。可是如果发生在真实的生活中的话，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勇气去就是完成这件事情。那我记得钟爱在你的心得里面是说，如果就是你也不确定会不会，但是如果这个机会来的话，你希望自己会有勇气去冒险，是吗？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就是放弃这种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既然会有一个人从画里面跑出来，这种事情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遇到。那如果不去做一个这样的挑战，会很抱有遗憾的生活下去。哦，那就是不知道现场的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如果今天你去博物馆，然后有一个画里面突然有一个人跑出来，然后请你帮忙找他妹妹，你会说好吗？会哦。那如果他长得很恐怖呢？还是会吗？考虑多久？他说我现在就要，那你要考虑多久？打醒自己。什么？打醒自己？你没有在做梦啊！我现在说真的呢。都会。然后跟他说你几岁，然后帮他。哦，所以大家都会帮他，真的很棒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再去看的话，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最有趣就是他决定帮他之后发生的那些冒险。就是如果
他没有决定要跟他一起去完成这件事的话，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就是他那天就一样回家洗澡睡觉，然后就没事了。所以就是这些历险，可能就是从他决定要帮他的那一刻开始才产生的这样。哇，我觉得钟爱真的很厉害耶。那除了刚刚的这个就是他的感想啊，还有这个简介以外，我记得心得里面也有说到你自己帮他自创了一个后续，对不对？可以跟大家说。那个时候，我先就是他那个结局是最后那个画像里面人物回去画像嘛，然后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他们两个的友谊就好像这样有点中断，所以我就写，因为那个女生她有一个陪在她身边很久的娃娃，然后我就写说可能这个画像有一点的意识，有点附身到那个娃娃上面，虽然听起来有点恐怖，但我觉得在剧里面应该是一件蛮温馨的事情。对，用讲的好像附身好像偏恐怖，但是不会啦。如果这是你的好朋友的话，这个画像里的，好的，就是你的这个画像里的朋友呢，如果可以就是用别的方式继续跟你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探索的话，会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从钟爱的这个延伸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以后去想的是。因为像我做这个小小影评的这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写心得本身也是，就是我们希望在看完一个东西，比如说是影片，比如说是某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嘛。那你在看完不管是哪一部电影啊，你都可以想，那电影结束之后他们去哪里了？他们接下来怎么样了？甚至你可以再想更多，就是比如说在这部电影开始之前，这些人在哪里？他们有过什么样的经验？这些都是那个，就是大家可以在看完影片之后再去做思考的，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如果大家以后啊，不管你是真的想要继续写作，或者是你可能就是希望跟别人有其他聊天的题材，就是这个都是很好的，而且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真的不断的去想说，就是结束之后，比如说小海螺跟大金鱼。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后，他们还去了哪里玩，还去了哪里历险，觉得这都是蛮有趣的，可以去想的故事哦。好，那再来呢，就说到刚刚题目里有出现的，也是啾啾与嗡嗡，就是我们腐柔写的。腐柔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写这部片吗？因为我平常很容易情绪控制不好就发怒，所以其实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很容易跟别人亲近。但看到那部影片之后，感觉好像心里某一处的地方被治愈一下，感觉就只有自己亲近的时候比较好。因为小时候我鼻子过敏很严重，我妈不允许我养什么毛很长的动物，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养了一只仓鼠。但是养那只仓鼠的过程是我觉得真的是从小到大最快乐的那个时候。虽然我没有办法把它养得很久，但是3年过去，其实那个时候是我觉得哭最有意义的时候。所以我看到那部影片的时候，想起了我养那只仓鼠的意义。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哭，但是我觉得让我回想起那段时光，让我很想念它。哇，好感动哦！天哪！虽然不一定大家看到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啾啾与嗡嗡是在小宝贝的单元里面，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有蜜蜂啊，有小鸟啊，有老虎的，不是有狐狸的这个小动画这样子。但我觉得你的分享很有意义，就是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你想到自己过去曾经养的这个小宠物，然后就有很多的感触，然后也让你就是有压力的释放，我觉得就是很厉害。而且就是你的画也非常可爱哦，就是有在这个心得下面有尝试画它嘛，那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跟这个故事有共鸣？我自己是有啦，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妈也不让我们养东西，就是就是基本上会动的大的东西，她都不让我们养，就是她就会说那个，我已经有养小孩，我干嘛还要养宠物？那不知道你们有养宠物吗？没有，有庆璇养什么？竹节虫。竹节虫，竹节虫太炫了吧！好哦，还有嘞，刚刚庆璇说什么没有听清楚？猫，太好了，养猫就是快乐的泉源。学校里养了很多只猫。学校里养很多只猫，我觉得学校里一起养的那种也很不错，就是真的可以让你的心灵得到治愈。这样要抱的话也可以，等我一下下。可以吗？
现在直接看猫吗？好啊，那我们就等一下就有猫会加入我们的直播了，那可能就是会有更多人看吧，因为呢，大家就是很喜欢看猫。OK， 好，那接下来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海螺与大金鱼哦，也是有人写这个故事哦。那我们最后再请大家分享，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好好聊一下这部我们今年的这个人气王这样子。所以呢，因为线上的就是观众有可能不一定看过这部影片，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一起来先看一下小海螺跟大金鱼的预告吧。This is a rock, black as soot. And this is a snail with an itchy foot. How I long to sail. This is the whale who came one night. Come, sail with me. This is the sea. So wild and free. She gazed and gazed, amazed by it all. But then came the day the whale lost his way. I must not fail, said the tiny snail. Save the whale!那我们看完预告片，因为小朋友们是都有看过，我们有先请大家先回家看过这部影片，对不对？对吧？大家都看过了吗？弟弟出现了，我也看过，你也看过，没错，哇，我们线上有超多人看过。那我们先请就是心得也写这部片的来分享一下，就是幼童你的心得是写小海螺与大金鱼嘛？那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呢？我觉得它跟其他海螺很特别，因为它有很多梦想。哦，他有很多梦想，那他的梦想是什么？因为大家不一定有看。他想要出海，他想要去大海里面探索，对不对？可是因为他本来是一只小海螺，他不太能就是你知道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刚好就有这只大金鱼愿意来带他一起冒险，所以他们就一起就是经过了这个各种就是海底世界的每个地方啊，然后看了很多漂亮的东西，对不对？对。那你看完之后觉得关于梦想这件事，你是不是有写说你现在还没有梦想，可是你觉得你以后会找到？应该会吧。对啊，会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到你的心得写说，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梦想，但我如果努力的去找的话，肯定会找到。我觉得蛮感动的耶，因为不用觉得现在没有梦想很奇怪，因为你活到像我这样子20几岁，你可能还是没找到，但是也没关系，因为人生那么长，就算你找到，你也可能会换啊。只是就是你永远要，像小海螺这样吧，就是你有一个期待，你就是有这件事情我想要去做，然后并且你一直持续不要放弃，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的想法，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好的。那这个小海螺里面呢，就是梦想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嘛。那不知道你们其他人现在有觉得自己有梦想吗？有想过要做什么之类的？没有？有，罐头点头。罐头，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喜欢画画，以后想当设计师。哇，设计师超棒的哎！是什么样的设计师？服装的啊，还是建筑，还是室内设计、服装设计，或是城市设计？哇，室内设计、服装设计跟城市设计，对啊，很斜杠哦，就是领域跨得非常大。但是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从喜欢画画开始这样。那其他人类，还是哇，猫咪，天哪，好可爱！方宇呢？方宇有找到方向吗？目前没有，但是我会让自己尝试很多东西。这个真的超重要对啊，真的现在没有也没关系，就是你多尝试一些，总有一天会找到一个只要做这件事你就很快乐的一个东西让你就是可以不断的在朝它迈进这样子。那
再来就是小海螺这部片里面呢，我觉得除了就是他在有梦想想要探索大海这件事情让大家非常的感动以外啊，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是就是去各种地方探险嘛，然后这个画风也很漂亮，所以他才，我想应该是因为这样，他才成为我们的今年儿童影展的人气王，就是因为看这部片你就觉得很放松，然后去看到很多的美景这样子。只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在疫情，所以可能大家都很久没有出远门了，那出国更是不用讲。可是假如说现在直接给你一个神灯，就是你只要想去哪就去哪都可以的话，你们会想要去哪里呢？日本太近了吧？没有啦，日本很好啊。还有嘞，美国，我也想去美国，一起去。我们老师去过美国，去过美国了，那还会想再去是吗？不知道，我们老师，但是我们老师。哦，你们老师哦，但是他去过，你就想说也很酷，可以去看看这样子。那其他人嘞，比如说幼童，你看完之后有想要去海底冒险吗？虽然我们不是瓜牛啦，不是海螺，但是我们也是可以去海里玩啊，会想要吗？还好啊，不会。不会哦，那所以想待在家吗？如果可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选哦。太长了，待在家去水里了。是吗？幼童待在家里最好。待在家也很好啊，没关系，不一定要出门玩呢，待在家也很安全的。那幼成呢？你没开麦克风哦。我想要去法国你想要去法国，那你要带着妹妹去吗？但是妹妹好像不想出门没关系，还是可以去。对，还是可以去嘛。对啊，你们可以一起去，好可爱，我的天。对啊，好可爱哟。好哦，那钟爱呢？应该有想去的地方。都还好，能出国就感觉就很开心，因为现在都待在家，然后平常也不敢一直出门。哦，对啊，就现在真的都不行。可是以后有机会的话，真的全世界都任你走，就是法国啊、美国啊，刚刚提到的这样。但是呢，在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出门玩之前呢，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还是得乖乖待在家里，这样子比较安全跟健康。可是呢，这个呢就要讲回我们儿童影展了，就是为什么要做一个影展给大家呢？其实就是把世界各地的这个影片买进台湾嘛，然后当然也放上我们的中文字幕啊，然后让大家可以免费收看，这个就是儿童影展在做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些影片啊，看到不同国家的故事，然后不同国家的这些制作影片的方式啊，或是美术的呈现，就好像你透过影片去做了旅游这样子。对，那不知道那个你们对影展有什么了解吗？我觉得我还很小的时候，应该是不太知道影展在干嘛大家知道你今天看的影片是来自哪里吗？世界各国得奖的影片。对，没错，就是世界各国得奖的影片。那儿童影展的片，大家今年看了多少啊？其实没有很多，因为有点忙。有点忙。OK， 我也很忙。对。那庆璇看了几部？忘记了，没关系。有点多。我觉得你们好像都看蛮多，毕竟刚刚答题答得蛮厉害的耶。那罐头看了几部？我看了13吧。哇，13很多很厉害那大家看完之后，除了你自己写心得的以外啊，你还有没有就是哪个片是你真的觉得很好看，很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现在可以直接讲，就是跟其他的观众说。小海螺与大金鱼，那个是真的很好看。对，真的很好看哦，好真诚的一个推荐哦，比我的真诚多了。大家不听我们还是可以听罐头这个肺腑之言这样子。岛上名侦探你也有看？对，那真的是也是蛮特别的故事，我可以去看。还有嘞，又成又同嘞。小魔术师的初恋吧。小魔术师也是真的，我觉得是必看啦。毕竟，尤其是这个主题真的蛮特别的，因为其实很少会有就是给儿童或是青少年看的东西是特别讲这个就是怦然心动啊，有点小谈恋爱的感觉。那我觉得
这个主题应该是蛮适合大家一起去尝试看看的，就是很有趣，还蛮感人的。对，而且还蛮感人，对，而且到最后还是有这个让你哭的元素啦，所以并不是只有这个可爱的谈恋爱而已哦。好，那我也喜欢寻龙少女。你也喜欢寻龙少女？我也喜欢哎，为什么喜欢寻龙少女？觉得很酷，觉得很酷，因为它是找化石这样吗？哦，或许你以后会成为化石学家哦，很难说哦，因为觉得很酷的话。那以后可以多找这方面的东西来看哦。好，那因为呢，今天呢，我们刚刚不是有说要抽礼物嘛，所以我们可能要一起来，就是从这个观众的留言里面抽一个出来。可以帮我看一下留言吗？我们怎么抽好呢？可以选一个，我应该选一个数字好不好？就从刚刚留言里面的人选一个，就是数一个数字出来。那不然你们帮我想一个数字好了，1到10，选一个数字。5号，5号哦，好，因为那是我的班级座号。哦，那是你的座号。好的。好，6号，1号，9号，7号，1号。好，那1597，还有嘞，再一个6，好，15697。那等一下就小编会帮我们就是数一下刚刚留言的观众，1号、5号、6号、7号、9号，对，这5个就可以获得我们刚刚就是说到的那些小礼物哦。好，那就是因为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就是最后再问各位一个问题：以后如果还有儿童影展啊，你们会想看吗？想来，超想看的，好感人哦。里面影片都好有趣，虽然没有完全看完。哦，真的哦，是这么诚心的觉得很有趣嘛？因为其实我们在选，就是负责选这些影片的人啊，就是像我，或者是年纪更大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小朋友嘛，所以其实都是去猜，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看。那听到你们说喜欢，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那是老师推荐的，但是被老师叫了好多次要去看很多影片，后面就越来越习惯，越来越喜欢。从那种觉得不想要去，因为想说又要打字很麻烦，但是从后面就不知怎么看的越多影片，就觉得越好玩。哦，真的是一开始可能觉得麻烦，但是看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还蛮精彩的，就是大家以后还是可以持续关注，因为儿童影展是每2年都会举办一次呢，而且它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蛮好的资源。那大家或者自己可以看啊，也可以推荐给朋友们一起看这样子。好，那今天就感谢你们上线，然后跟我分享了就是很多很棒的心得，还有对儿童影展的感想这样子。那如果是待会就是刚刚抽出来的这些人呢，我们等一下会再联络你们来获得这个就是领取奖项这样子。那小朋友们的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你们的这个收件的资料，那我们之后影展结束以后呢，就会把奖品都寄给你们咯。那最后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是最后一场直播呢？就是因为儿童影展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们从3月14号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1个月了，然后在下个礼拜1，也就是2天后，我们的影片就有25部都要下架了，就是公视家是以后付费也看不到的。所以假如说你还有很想看的影片的话，真的要把握时间，然后赶快跟你身边的不管是朋友啊、爸爸妈妈啊分享说有这样的东西，就算只是比如说明天下午一起看一个15分钟的短片，其实也是很有趣、很美好的时光这样子。好，那今天就再次感谢小朋友们上线，那我们一起跟观众说拜拜好不好？好哦，好，1、2、3就说拜拜啊！1、2、3，大家拜拜，拜拜，拜拜，再见，加油，娜娜，拜拜。